兩種完全唔同嘅高音，你分得出差別嗎？泰妍嘅高音穿透力強，情緒爆發明顯，聲音鋒利有力，呢種感覺屬於都型高音。張韶涵嘅高音輕盈通透，輕鬆飄上去，空靈感好強，呢種感覺屬於豐型高音。泰妍高音唔單止鋒利，爆發力同情緒張力都好明顯，呢個就係典型嘅都型情緒高音。張韶涵嘅高音雖然輕柔，但係音區可以好高，聽落間加空靈自然，呢個係豐型極限高音。一個鋒利穿透，一個輕盈風靈。如果你想知道邊個好啲，你覺得邊個好啲就邊個好啲咯，你鍾意，因為佢哋係同一個等級嘅，同埋兩種風格係完全唔同嘅。